歡迎大家翻到嚟星期三嘅勁歌 Shuffle， 我係 Carmen， 我哋今日繼續有許廷鏗做我哋嘉賓。Hello Alfred。Hello， 大家好。Hello。咁我想問下你啦，如果要喺你自己嘅歌裏邊揀一隻最能夠代表你自己嘅，會係邊首呢？我諗都走唔甩係呢一隻噶啦，就係《青春頌》呢一隻歌。哦，點解啊？其實呢一首歌可以講好多嘢嘅，即係除咗個歌詞啦、個 melody， 我覺得好配合自己呢幾年嘅心路歷程之外，其實淨係 for 呢一隻歌點樣去由一開始未錄製，去到呢隻歌可以見街，可以俾大家聽到，其實都係一個好熱血啲嘅故事嚟嘅。我見到個 MV 都好熱血。係啊，個 MV 嗰個其實自己都有少少參與，就喺個 idea 上面啦。咁其實講翻呢隻歌本身，一開始其實未必喺我自己隻大碟入邊嘅。咁跟住之後，藍奕邦好好地佢就指定咗同我老闆講我想俾 Alfred 唱。咁呢個係我要好多謝佢。咁第一步成功咗，可以有一隻我自己好中意嘅歌擺入佢哋 album 度。但係點樣令到呢隻歌成為一首派台歌，或者係可以俾大家容易啲聽到？OK， 咁嗱，時光青春頌呢啲歌呢，就係教人珍惜身邊嘅人啦，把握時間啦，把握青春。咁其實會唔會係你入咗行做咗歌手之後嘅領悟呢？咁你自己又覺得自己其實做唔做到呢？其實絕對係入咗行之後先去會諗呢一啲嘢啦。好老實講，以前就比較簡單啲，我面對嘅嘢可能係學習上面啦，即係學校嘅問題啦，或者係自己嘅一啲問題，其實可能問老師、問同學、問屋企人都解決到。但係入咗行之後，發現好多嘢係可能係其實唔係娛樂圈嘅，而係入咗社會工作之後，有好多嘢發現係可能要靠自己去諗啦。咁所以入邊其實好多呢幾年係儲咗好多少少心路歷程，係好想喺歌曲度表達俾大家，我係點樣一步一步行過嚟咁樣咧。咁所以《青春頌》同埋《時光》呢兩首歌都係喺我當時嘅一啲經歷緊嘅一啲心路歷程而去表達翻出嚟咯。係咯，我自己都覺得你啲歌咧背後其實好多 message 喺度，好勵志咯。係啊，覺得唔夠擺啊，真係好多 message 想擺落去，而其實我希望就係嚟緊第5隻碟嘅歌曲都有呢一樣嘢嘅。好啦，咁其實由你參加超級巨星啦，咁完咗冇幾耐就有唱片公司簽咗，之後呢，就新年嗰年呢，就橫掃晒啲男新人獎啦。上年呢，青春頌其實好多頒獎典禮都攞咗好多獎，咁又喺上年年尾搞咗第一個個人演唱會啦。其實你嘅音樂之路都好順暢，咁如果要你揀兩位你音樂上嘅伯樂，會係邊兩位呢？其實第一我有諗過嘅，好多人想包含喺呢條問題但係我最尾篩走嘅呢，都係有兩位。而第一位呢，就係可能大家會諗唔到嘅，就係我巨星時候嘅其中一位評判，佢就係趙增熹老師。好似你哋係同校噶嘛？係咪啊？佢哋係你師兄。係啊，都係聲樂室嘅。係咁，除此之外，其實因為嗰陣時係點醒咗我，佢一句就其實已經點醒咗我。講咗未啊？就係佢話就係我嗰陣時因為揀咗一首 R&B 嘅歌曲，咁我自己其實本身好中意聽 R&B 嘅，但我又未清楚自己 handle 上面或者表演上面 handle 唔 handle 到。咁佢就同我講呢個其實唔係太啱你喎，不如你揾翻一啲你自己音樂路向啦。咁去到之後嗰集，我自己揀咗一首嗰陣時記得係眼淚，即係范曉萱嘅眼淚呢一首歌。咁我就唱完之後，佢都講咗一句就話：呢啲咪啱你嘅歌路咯，去揀音樂嘅方向或者我自己適合唱啲咩，多過我去中意聽咩就唱啲咩嘢咯。OK， 咁另一位呢？另一位點都唔可以唔講嘅就真係我嘅唱片公司嘅老闆。OK。Herman 何哲圖先生。OK。因為呢個我諗嚟諗去都其實唔可以賣甩佢啊，因為佢一路俾我嘅歌曲其實係某程度上係我自己都唔知道我自己有能力 handle 嘅歌曲嚟嘅。咁我第一首歌記得我錄出走嘅時候，我入錄音室之前係好冇信心，因為我根本
連隻歌好似都唔可以一口氣唱晒嘅，係個難度一嚟啲字又密，個 range 又闊，所以其實我嗰陣時係好擔心，但係錄完之後呢，叫做進步啦，係咯，進步咗咁樣，咁呢個係確實地係阿 Herman 係功不可沒嘅，所以都要喺呢度好多謝佢。OK， 最後啦，問下你有冇啲咩想同倫敦嘅歌迷講啊？其實我係真係好想可以嚟到倫敦呢邊去表演嘅。咁我自己都有去過倫敦嘅近年，咁我亦都真係去感受過。其實我發現有好多地方都好適合去演唱嘅。咁大致好似 Royal Albert Hall 啊咁樣，咁細緻就算喺街度去表演，其實嗰個感覺都可以好正嘅。咁所以我好中意倫敦嗰個氣氛，希望可以可能細細地喺度搞個歌迷聚會啊，或者去搞一個少少嘅 mini concert 都會幾開心。OK， 今日多謝晒許廷鏗接受我哋嘅訪問，多謝晒許廷鏗。好啦，各位拜拜。拜拜。共我又何干？仍會期望你仍然或者需要我，人於哪方？我隨時來替你附和，從無離開過。假使你仍許可，來日再由我危劫中護航。回憶太多，似熊熊烈火蒸發過，無悔飄蕩。慶幸仍能替你寂寞，千百年寒冬裏，當星辰暗淡無月光，是你的輪廓不肯捨棄我。結局我很清楚，存在好比一首幻歌，愛你的是我，紅塵內舊若無妨。你仍然或者需要我，不管哪方，我隨時承接你風浪。千百年寒冬裏，當星辰暗淡無月光，沒你的輪廓，我不知怎去過。Hello， 我係許廷鏗，想緊貼我嘅音樂動向，記得收聽倫敦國際廣播電台558.net。